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又来看安尼家法嘅团练嘅了，来为大家朗读一下哟。也按到上书唔惊过，下书唔惊跌，太毛毛，割毛血。哦，也系团乜嘅呢？同一种昆虫。哎呀，这个昆虫很神奇啊！它是怎样呢？上树它会爬树。唔惊高不怕高，下树唔惊跌，用剃刀来剃它呢，没有毛啊，太毛毛。我们割它呢，没有血呢，割毛血。哎，到底係乜嘅昆虫？5秒鐘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叮當來看解答。答案是蜈蚣啊，蜈蚣就是蚂蚁呀、蚂蚁。各位鄉親，客家鄉親知啦，乜嘅係蜈蚣？如果講國語的朋友講，喲，為什麼你們的螞蟻都是公的？不是啊，這是客家話的一個特殊的用法哈。很多東西都會加上公啊、馬哦啊，蜈蚣就是螞蟻的意思。OK， 也做今日分享嘅客家話嘅靚嘅，很多蜈蚣，這朗讀解一道哈，上樹唔驚高，下樹唔驚跌。太毛毛割毛血啊！反正看到呀影片的朋友哈，係希望阿文哥呀講下按神奇嘅頻道，反正大家來同我按讚、訂閱然後分享，按知識什麼嘢？大家共同來學習客家話，來感受客家話嘅美妙。感受客家話嘅趣味，按知識。